基美医学中心空喙照护中心主治医师叶敬纯指出，疤痕的预防要为空喙发生时就要开始，空喙处理甲缝合技术嘛真重要，应该选用适合医材，避免空喙感染或者是发炎，减少疤痕的机会。另外，嘛建议会当伫空喙有效初期采用镭射手术，减少疤痕增生。疤痕的预防包含传统我们使用美容胶啦、疤痕贴片啦、疤痕凝胶啦，以及各种各样的雷射。那么今天我们提出来的新观念就是说，传统是告诉我们说，大概愈合3到6个月，我们先擦那些凝胶、贴美容胶，到最后还有疤痕的话，我们再来做雷射。那么今天提出一些新的医学报道，是有实验证实说，其实我们在伤口刚刚愈合的时候，就可以开始配合雷射一起做疤痕的预防，能够有效来改变你中间疤痕组织的这些排列，那让它的松紧，不管是松紧度啦、不舒服的程度啦、外观都能获得比较大的改善。叶医师提醒，疤痕的形成甲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对抗疤痕、预防甲治疗并重。需要多方面方法甲策略，同时嘛要结合良好的空喙护理、健康的生活习惯，以及伫必要时针对性的治疗。因此，病人甲医护之间合作至关重要。以制定一个考量到每一个人疤痕的独特方式，甲整体健康的治疗计划，如此会当减少疤痕美观以及个人生活品质的影响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